问，烧圆仔汤是讲用手段放体对手，啊，为什么会用圆仔来讲呢？烧圆仔。包子，玩不玩嘛？包子敢若收成本淡薄啊，系啊，包偌济呢？包1箍才会成本。啊，是水饺啊，过年节讲代志爱包一对啊，应该代志说，你啊来面我起来答案是爸爸，第二个无唔对啦，看烧最后一题安尼，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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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就是有超系啊，反正一定毋是第一个啦。系，一定不是第一个应该唔。是第一个。你讲圆仔内面包钱，系啊，诶， B 收日还是本人要啊是要包偌济呢？系啊，你感觉是 B，第二个。我感觉是 B 呢。系啊。对啊，一万块，大家拢讲 B 哦。嘿，哎对，大家拢是。他为什么就三呀？ B 吗？确定是 B。 B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甲代志说圆满，对唔对？哎呀，不要紧啊，无紧，你的机会来啊。互因机会嘛是对的啦。 C 啦。来 C 吗？是啊啦，确定吗？是啊。确定吗？无要想这个哦，因这敢有你了解日本的，安尼我相信你。一般。啊，那嘛伊嘿啦，是啦，无不要紧啦，嘿，好来。 哦，这日本的圆仔吼，因的迄个汉字吼是写团字啦吼，团，但是甲咱这个汉字的团体的团小可无共写法吼。啊，这团字的音吼就是当午，啊，这当午拄啊好甲另外一个词吼，意思是咧协商的意思，但是伊汉字是写谈和吼，谈论啊合作迄个谈合啦吼，就是讲咱的汉字会看讲叫做谈合啊。 迄个音拄好叫做当午，啊，就是做成的啦。啊，所以这圆仔意思就是安尼摕来用，咱就讲啊，就烧圆仔。啊，啥那个加一个汤吼，啊，伊你若无家己煮做汤，要安怎大家拢分有一点啊通食吼。所以就讲大家做伙烧圆仔，啊，大家拢有通好分瓜利益吼，迄个意思安尼，嘿。